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去年18几日，苗栗中南太埔中药房头家钟新文本人发现惨死的，几度同钟新文所识的朋友记者，喺中药房本人强拆黑过后，路受骗的，有一日会发生安尼的事情。可那先前中屋人以内澄清抗议，上拜托、四拜托政府，冇同人哋路卡拆黑，最尾嘅结果竟然係安尼，是采过采过哦。也一概如係因為其他證書，那會發生呢？政府想要大棒開發賺錢，人民也加講本嚟都失敗，也冇乜唔錯。不過唔想愛嘅人，想無愛接受嘅權利如無，安尼咁合理。幾多國家對土地證書搶 EP 唔去用，就算愛做，也會勞心抱肚嘅同人民講到詳詳細細。不過，就算幾多民間團體同學者專家引體呼籲講，台灣土地證書都太多太冷嘅，聽說愛爭個好啊！政府還係堅持證書係必要嘅，更加中藥房證件家破人亡嘅，政府還係認為冇檢討嘅必要嚇。只有要求自己的東西要回來而已。當時才人流的又有投入。一片無戰爭，實有人因為保唔起家業來犧牲。時間轉到8月18，中南太平中藥房被人拆掉過後一整夜，幾千個民眾推演就來好點內政部態門，要求愛檢討修改土地徵收條例。土地徵收條例在台灣社會有沒有真正成為最迫不得已的手段？您覺得有嗎？好了，特別謝謝廖教授。那剛剛提到就是說土徵條例裡面，如果還有各位認為說現在的土徵條例修法之後，還是有不符合期待，或者是可以修得更好的問題。土地徵收條例其實2011年代就修過嘅，不過當時並冇以修正，也係檢討最有爭議嘅其他徵收條文。譬如說要將區段徵收完全廢除，院長表示，當時曾經邀集了各地方政府到會議中表示意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政府贊成要用這種激烈的方式徹底的廢除土地區段徵收。人講嘅其他徵收，就係政府為咗愛都市開發建設，也係其他開發嘅目的，從一天範圍度嘅土地全部徵收以來，重新規劃整理過後。政府唔是錢，就取得開發所需要嘅土地，然後公共設施嘅用地，其他建築用地，有啲為本地嘅土地所有權人，兩轉移做地價地，有啲為能用數，亦係部分需要用地嘅機關來用，存下來嘅土地，用公開方式賣脫，亦係撇出去，存到嘅錢來還脫開發嘅總費用，就也係法定超過64年嘅地都會變做國家嘅。有學者就認為，政府唔願意檢討其他徵收嘅原因，講怕嘅就係用一種方式開發，天朝嘅賺錢唔會了。區段徵收、新定都市計劃、都市的開發跟發展，這都是無本生意，不用成本，政府自己可以把成本加諸於被劃入區段徵收範圍內的土地所有權人。用田橋鐵天橋機場插入 A7 站順康嘅開發計劃做利益，總共236公頃嘅開發面積，有80%，大概197公頃，都係10年內。貴政府嘅龜山居民都受到影響。18年8月初8咯，就發一張公文講，因為捷運通查需要，所以要徵收呢個問題。就試着試聽聽。要有當徵收啦，有法度，啊徵收咱也無法度伊啊，伊是政府的，咱也袂贏伊啊啦，對無？哎呀，就安尼啊。你當初是毋是要參加抗爭安尼？有啦，啊就無效咯。236公頃嘅總開發面積度，根本冇包括插運 A7 嘅站體，亦係火柴路。
请有识公契，向来做评价的合议注册，唔使要公契来做生意转契。扣得共同实施，存下来102公契都能拿来开发做初上的建筑用地。有啲位本单的提出量都专业，其他都拿去卖。今日讲差不多批的都30%转来听听啦，38、200人用300平来听听啦，剩用300平啊。啊，不过政府总不能讲，那本边建梯啊，建梯较有钱啊。建梯喺一摆做得卖多钱无人知，不过政府的宣判得到安静。为到万244亿元的开发经费，现提出做得批到的土地，抢喺本单土地面积的3股的1股，好早做批评，也抢喺土政府应该支出的公共建设的经费，算到提出的条难项。行较算的范围是政府土人民的土地属专业转卖出去，制作天数完一系列债务。透过这样的扩大区乱征收的面积，不仅可以平衡区乱征收跟都市发展的财务计划，更进一步，政府还拥有大量的国有土地，而且透过这些都市计划范围内的土地的炒作，然后进一步的标售，那用来平衡台湾各个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的财政的赤字。如果真的都市计划里面真的有需要，如他们所罗列的，不管是什么大学用地啊、文教用地啊、车站啊、机关啊、道路啊、公园啊等等的这些，甚至像工业区、产业园区这些，它都可以用一般征收作为手段来处理，不需要再用区段征收。一般征收就是将征收公共事业事业的地，唔将其他征收喺规则范围度的土地全部都爱。像中南太埔总共154公顷的足可中南基地顺向的铁天气计划，整件工业要用到的抢大概30公顷，大部分占了45%，大概70公顷都喺初上期。苗栗县长刘振峰伫今年6月初10，非但1亿元的质询就讲拍嘅，托中南太埔后龙高铁铁天气一条都市计划征收来的土地卖出去。就作为苗栗县区创业当道的企业。现在目前在竹南大埔这一块，这些住宅区跟商业区的话，我们地震处理没有算出来，大概有20几亿可以进来。等到那些整个案子当它上来之后，我才要卖。我现在住宅区我都不卖，我现在是先卖厂房，最后是产业端区，我10公顷3万平，一平这个3万平，一平20万。喺呢摆做穿90亿元，天天做补偿财务的太空，因为按照台湾从北到南的康泰都市计划区，单用其他证书，正当时一当数动人争议，有学者认为，按照喺严重侵害业宪法保障的人民的财产权。你今天政府财政不行的时候，你要财政上解决，你不能用区段征收这种方法把它转嫁在无辜的人民身上。你今天如果是真的为了公共建设，那个公共建设的本体，它的公益性、必要性够，大家其实没话好讲。学者更加进一步的指出，宪法保障的财产权唔係單槍講不偏的價值，係人民做啲自由嘅拿擁有財產，冇做係科技來落實。就像中南太埔種藥房，因為交通利便，搶咗平安泰嘅藥房。就做嚟維持佢家人嘅生活，一刻冇會俾人拆退的，一冇嘅前緣的來路。如果那个土地原本是真的就是人家的生财之用的，是直接生产用，例如说，这在农业、林业跟渔业非常长，甚至是矿业。矿业也是挖我土地要我这块土地，然后拿着矿权我去挖出来，这东西是我生财。然后你把我土地去掉一半，让我没得挖的时候，这块土地可能不值多少钱。另外，現在台灣嘅農地單係一小塊嘅，農戶平均有嘅農地搶2.17公頃，經過其他證書過後，批到轉來嘅土地根本冇辦法耕種。有啲土地唔到嘅地主，像太埔嘅種藥房，批到轉來嘅土地冇到2坪，一根本冇辦法再過起喎。我唔係講要變建地啊，你做本農地無愛啊。
对冇？农体保人只有做了种东西，吼，佮做了生发啦，这最起码嘛。公司采发啦，也一间屋啦，佮也提啦，那去哪买？冇可能啦。区段征收之后呢，每一个土地的基地，它都有最小规模的基地。比如说，如果它的土地的底价地最小的基地规模是50坪的话，假设它能够领回的是20坪，那剩下的那基本单位里头的30坪，它就必须要自己用金钱去买回。也就是讲，土地社会提出要使行较多钱来再购买地，也向买地办到 PVE， 对家庭来讲根本无赚到还了当多。不过对有行较多土地，想要买卖土地来赚钱的地主，正因为地价企业赚行较多，故所从北到南的其他证书安度，但是出企业支持派和反对派无同样的意见。所有的这些非都市土地，一旦它即将被划入新定都市计划范围，在还没有进行都市计划的所有程序之前，其实地方派系、地方的政治人物，乃至于地方的投资者、投机者，其实他们都已经知道这样的讯息。其实那些地区的土地就已经有大量的房地产炒作的投机者进场炒作。今年6月初6，检察院就针对内政部提出的纠正。到2011年底，我国的都市计划区现况的人口大概1870万3人，不过计划人口只有大概2510万3人，计划人口比现况的人数足足多的640万3人。同时，台湾最慢到2025年作为人口无成长，也就是讲，都市计划逐渐融入必须求度假依岛。另外，全国标记限内户的高达156万户，或者因为台湾逐渐无新的都市计划开发的需求。台湾已经都市计划供过于求了，完全没有再开发新的都市这样的需求了。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李鸿源还说还需要开发，还需要建设。因为一样，农民团体和学者喺马古上嘅要求，政府要检讨土地征收条例，还要废除其他征收。区段征收，其实在欧洲，人家都已经把它放弃掉了。在20世纪初期，已经都把区段征收放弃掉了。只有我们现在实施民主宪政的国家，只有中华民国在台湾仍然有区段征收制度。你有没有尊重人民的权益？你心中有没有人民？如果有这个区段征收办法，区段征收现在整套的制度就土地征收条例嘛，这个要整个重新来过，所以是恶法。对民间修法的上，主管单位内政部上认为，呢度重大工厂都需要移师区段征收，总唔得凊彩讲我废除，按样去严守怕人。不管它叫做区段征收也好，不管它叫做一般征收，都是政府做重大工程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讲抢油征收，当初来做公共工厂后，第一岛民主国家就唔系天初要用嘅手段。theo 常年代的德國雷根斯堡大學法學博士戴秀雄先生就講，德國南部當地嘅作為高鐵 ICE 路線，有幾100公里安長嘅工廠，都唔使用到土地征收。他有辦法連南部橫貫整個南部的高鐵，這幾百公里都沒有用到，完全沒有用到徵收，所以徵收是完全備而不用嘅東西。現在印度一個國家，係個民眾對政府徵收土地不服，就做以打官司。同亞島20年打官司期間，任何工廠就做唔得做。故所印度一個國家唔係凊彩嚟用土地徵收，像德國就有土地儲備嘅制度，國際政府對自由市場先攞土地買下來囤起來，由公共建設用到嘅時間，政府出頭直接攞地主大客來買地。就係用地換地，也係土地重劃嘅方式，讓民眾來換地，來取得公共建設嘅用地。
当民众土地要卖的时候，那政府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用相同条件买下来，那成为土地储备。那将来我要用到公共设施用地，我拿地跟你换地，那或者政府直接下去买，这个都非常好。像德國巴伐利亞邦目前係市郊嘅99號公路，邦政府就係用土地重劃嘅方式，套土地換撥唔係賣地嘅農民。Als letztes Mittel. Also der Staat muss vorher ein Kaufangebot machen, der muss ein Tauschangebot machen, er muss alle seine Möglichkeiten ausnutzen. Als letztes Mittel dürfte er enteignen. 征收是作为法治，它作为迫不得已的手段。这个法规是备而不用的东西，方法可以很多，重要是你要先去想。你如果不去想，你永远只有这些手段可以用。更有一想係，更唔願意想係。呢度人明年明係喺明唔記，佢老家就會活合留下來，咁端正很難係。家到識睇埋故上嘅拜託，家到十萬嘅抵抗，家到相親所有嘅辦法，唔過仲能睇不師傅，冇人嘅活留下來，將留下嘅無論係一百一嘅素材，係每場安裝嘅案發展，研究都會有不唔轉嘅結果。